也是在地新闻，为着这个陈局是毋是适合做监察院长，调也是冤家路窄，甚至冲突相拍，拍甲流血。立法院今仔日暂时恢复着平静，也毋过国民党团的总调林维洲来呛声，讲这陈局明明就是一个平民，为什么动用遐济警力呢？民进党团这边讲，后日拜五会按照定序来进行监察院长董义权的审查。欢迎回娘家，欢迎回娘家。监委被提名人到立法院无像真的一天激情的场面，佫会使甲民进党立委做伙翕相。若国民党立委情绪较激动。现在陈菊的身份是什么身份？一介平民，为什么有这个规格啊？我看一摆昨监察院长被提名人陈局差不多7点左右到立法院审查边有一日员更加对调咧，有2个女性啊举雨伞动咧，沿路雨伞和国民党立委讲袂破案。是谁下令给这员警要这样来对付国民党的立法委员？这不是滥用警察权吗？没有看过哪一位院长或主席动用过警察权。那了对枪也未结束，国民党立委霸占主席台，就是要等到拜五进前行使同意权投票迄一天，看民进党要安怎清场。所以这个程序都是表定的，没有一个人能够说这个程序可以重来。即便礼拜五大家会冲突，我希望4个儿子。委员经人数、听数问题，和这个临时会充满着恢复的气氛。